梨山茶是高级工艺，要做好真的很难。做茶有多难？梨山土生土长的茶农陈梦志最知道。在工作的环境下是原始森林，然后跟茶树一起生长，看看昆虫啦，看看土壤。那想一下说，下一季的茶叶我们要去做什么样子的风味给大家去品尝。说得一派轻松，但6年前，陈梦志刚回到自家茶园耕作，一季春茶就几乎把他击垮。一开始刚衔接的时候，我就是以这个电脑工程师的这个方式去做管理也好，制作也好，在制作过程才发现说，这不是单单的像电脑工程这么简单。电脑工程师出身的他，千算万算，算不到老天爷根本不让他算。高海拔的茶区优势变成了劣势。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它的早晚温差极大。在制作过程当中，你发现你会被天气所影响。梨山的好，不止山好，茶好，制茶的工艺更好。茶汤颜色啊，绿中带黄，就是代表着这个梨山茶高海拔的这个香气与喉韵。你如果太轻，它只有香气，没有喉韵，那也很常会有一些人会有肠胃不适的问题。结合好茶与好工艺，他的梨山茶才真正开花结果，在台湾获奖无数，更连续3年拿到比利时 ITQI 3星认证的水晶奖杯。我是梨山小孩，我想把梨山茶做好，让世界因为好茶认识梨山，更认识了台湾，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。